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呀！前几天隔壁阿娘挑了很多野菜吃，顺便送给了我们一点。童年在乡下生活的人应该很熟悉，春天经常在田间路边见到它。从外婆的口中了解到，它叫地菜，学名荠菜。不过反正宁波话读起来差不多，荠菜、荠荠、地菜、荠荠。宁波人常常用荠菜做春卷和荠菜炒年糕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一道荠荠炒年糕。先来准备食材，把条状的年糕切成薄片备用。在宁波，年糕是任人打扮的修妮儿，而荠菜则是和年糕有着上天注定的姻缘，绝配。俗话说得好，荠荠肉丝炒年糕，早进不杀心虚肉，可见荠菜年糕的鲜美。接下来准备荠菜，摘去老叶子、黄叶子、腐烂的叶子和根后，洗干净，把它们放到开水中搓一下，然后迅速过凉水，像拧毛巾一样挤干水分后切碎。小时候其实我不大喜欢吃野菜，什么荠菜、木兰、草子，可能是因为它们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，但长大了就慢慢接受了它们，并且觉得是不可多得的美味。接下来就是最普通的炒年糕动作。锅中放油，烧热，把年糕倒下去翻炒片刻后，放盐，再放一小碗水，炒得差不多了以后，再倒入切好的荠菜，再继续翻炒片刻。出锅前，沿着锅壁倒入一点点油提色，然后再盖上锅盖焖一小会儿，荠菜炒年糕就做好了。翠绿的荠菜包裹着白嫩的年糕，没有什么特殊的调味料，只有恰到好处的咸味和野生荠菜的清口香味与年糕的软糯弹牙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一键3连，我们下期见。